台湾海上放粉鸟仔的比赛哦，逐档拢有几百亿的奖金，也毋过长久以来拢受到动保协会批评，因为过程中哦会有9成粉鸟仔无体力飞袂转来，死伫海上。毛粉鸟仔虽然飞转来，也毋过过程中哦会互掠走，也是伤害。所有动保团体就发起联署，望来禁止这款的比赛。 伫笼仔内面的粉鸟仔身躯拢着伤，头壳流血，连身仔嘛互人做记号。这几只鸟仔是顶个月14，鸟类救援协会接到民众通报救回来的。鸟仔身躯着伤，飞袂振动，协会赶紧替因治疗。落尾发现因的骹款变好，动保团体认定这鸟仔是放粉鸟比赛了后，互人绑杀的。是粉鸟，伊就是伫咧路顶飞，伊无应该去伫咧海上飞。 伊去海上飞，还阁飞遮远远着，还阁无位通歇，无物件通食，前一天又阁巴肚枵，这是完完全全拢是咧虐待动物的。台湾海上放粉鸟的制度，互动保协会批评真残忍，因为粉鸟仔一生干来当比赛一届。台湾鸟类救援协会表示讲，一年超过20几万只的粉鸟仔会因为比赛死亡。若是有得奖转来粉鸟仔会继续探种，若无得奖的就会互人放杀。 协会当年救援的粉鸟仔上无有200只，除了身躯着伤流血，死仔断去，毛粉鸟的脚拢互凹断。这个就是整个头盖骨都是外露的，然后再滴血，它一动就是滴血，然后还有翅膀的部分，他们要剪羽毛，把它剪到它的那个翅膀的肉。 整个打开就是喷血这样子。因为伤过残忍，动保救援协会伫今年6月发起联署，望禁止海上放粉鸟。第一阶段希望收到2500份的联署，加做公道提案人，目前搁差799份，就希望争取到第2阶段线顶的联署。协会望民众支持，要拼明年底全国公民投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